復原診啊，多一個好嘅消息，好多謝呢位仁兄，佢叫做奇人，令到我可以知道身體上面嘅知識咯。首先，我想大家明白，自我修復身體咧，唔可以單一樣兩樣嘅，甚至乎係食物就可以做到，要成組嘢。咁至於我嘅 combination，好多謝白兵，你介紹呢個奇人俾我識。我今日復完診，癌指數我已經過咗 bottom line。嗱，雖然癌指數唔代表啲乜嘢，但係因為要好睇整體，可以話係個位數字，都依然有一粒，依然都喺嗰個位，踩唔到單車咯。但係整體身體嚟講，撇除埋癌指數，咁嘅天氣冇咗頭痛、傷風、感冒，一起身尖寒尖凍，呢啲係你所有食藥都做唔到嘅嘢。癌細胞身體嘅免疫力提升翻咧，就一定離唔開維他命 D。維他命 D 其實唔係維他命，維他命 D 所謂出邊好多講人話嘅醫生啦，佢食嘅份量咧平均咧就係4至5千個 IU，我過往食緊嘅份量咧接近4萬。咁啊維他命 D3 最好就係要連埋啲油性嘅嘢，呢個就係奇人所教嘅，即係 AI 嘅資料庫所俾到嘅資料你咧，完全係兩件事。另外嘅，我相信大家睇完呢條片 ，the same happen after you watching this video， 同一件事都會發生喺你身上，所以大家唔好放棄，堅持努力，重多兩步。喺香港啦，嗰啲咁好嘅產品咧，出邊真係比較少有啲有病係痛苦嘅，身體上面咧有更加多嘅機能咧係失去咗，所以我哋今日咧要準備好，即係基本上你有呢個意識咧，就係下一次嘅身體嘅作戰。就係南瓜子啦，加呢個白冰嘅綠茶啦，因為佢有超高嘅硒元素。食完南瓜子，我都會加多少少一啲叫油性嘅嘢，因為佢哋係同一做嘢。咁啊，維他命 D3 最好就係要連埋維他命。第三個就係、當你個腎有問題嗰陣時，我會買浸腳包，再加埋蠔湯，即係有 budget 底下嘅，最好就係咁樣。出邊當然你可以食生蠔啦，白冰亦都有一啲產品，佢個蠔裏邊亦都係有好高嘅硒元素同埋鎂。咁啊，呢個又係一個好好 combination，浸腳啦，夜晚9點浸。係最緊要一樣嘢，薑黃。當然除咗我之前所講，除咗加一個黑椒粒啦，另外仲加蜜糖，可以嘅，加埋蒜頭啦，有檸檬皮啦，即係話白冰所研製到嘅叫做 LGBT 乜。佢呢個劑量已經係可以好高，絕對抗炎。咁我喺呢個 combination 上面咧，都會加多少少嘢。咁我平時咧分3餐食嘅，咁每一餐我之後咧，我高峰期仲會加到一隻手指嘅薑黃。薑黃其實同油性嘅嘢都幾夾，一粒魚油丸啦，或者係初榨嘅橄欖油啦。咁啊有油性嘅嘢就會令到佢倍增。基本上呢3樣嘢，如果再有啲咩問題，或者再想知更加多嘅咧，留言話俾我聽。